大家好，我係 Wingo， 我都好耐冇完成過一件作品啦。今集會嚟一個混合版，一邊講下購物，一邊做個成品展示，想同大家分享我喺英國用進河屋買到嘅呢一套被稱為 SD 版 Gundam Artifact 嘅 Gundam Superior Define。之後再繼續試用 Vallejo TMM 新金屬油，為入邊其中一隻上色，做個成品展示俾大家睇下。UK 再續模型雲進河屋尋寶品，之前幾集都有講過喺英國本地買模型，但始終唔係咩款式都有得買，尤其係我呢啲中意小眾系列嘅，例如 Gundam Artifact、高達出奇蛋等等，呢啲嘢要去返日本揾就最好。好在我嚟到英國之後，都學識咗用進河屋 Sunoayak.com 直接由日本買嘢過嚟。英國呢邊好多師兄應該都有用過，進河屋經常有優惠，買到一定數量會有折扣，仲免運費添，計落條數都幾抵買。落單流程都好直接，揀啱嘅就掉入購物車。我自己久唔久都會上去尋下寶，買下模型同雜誌，有時會幫老婆買下砌圖，幫個女買下公仔，咁樣生活都會過得愉快順利一啲。揀好晒就可以落單，記住 check 清楚折扣同免運費。依家佢優惠期都幾頻密，最好就係優惠期先落單，每張單都會收900 yen commission， 所以最好一次過買齊，但又唔好買到太誇張，以免嚟到英國俾人抽稅。我暫時都未試過被抽。今次呢一張單喺24號落單，31號就到啦，1個星期左右，終於成套 Gundam Superior Define 到手啦。佢唔似得 Artifact， 盒面係睇唔到邊隻嘅，係真正嘅盲盒，所以佢哋已經幫我開晒盒，執齊一套5款俾我，板件唔算多，好快就可以砌起。呢個系列完全冇可動，但造型就非常正，純粹係玩上色。5隻入面，我揀咗我最中意嘅戰蟹嚟玩，做好無縫打磨上底灰之後就可以上色啦。今次繼續試用 Vallejo 新嘅 True Metallic Metal 系列，首先全身噴光黑做底。上集我用 Thinner 開稀 base 油去噴，今次試用翻 Airbrush 直接噴，始終 Airbrush 都係方便啲。開稀 base light 嚟噴始終有少少麻煩。主色噴好之後，戰蟹要補色嘅地方其實唔算多。今次玩多一支新油，試下跟 Metal 呢支子彈油，爪位我用佢直接噴，關節細節同埋腳底就用筆塗，一支可以噴又可以筆塗，好方便。再用埋呢支 shade 做滲線，之後貼水貼噴保護漆就完成啦。大家中意光油立立令，定係中意燒光啞晒色呢？我自己就中意燒光多少少啦。今集分享到呢度。如果你喺英國都有用過進河屋買模型，或者你都用 AV 嘅 TMM 油，歡迎留言分享你嘅經驗。如果中意今集，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。下集再同大家見面，拜拜。